各位患有 ADHD 嘅朋友，你有冇試過咧要出門口嗰陣時咧，成個人咧好似輕晒機咁，坐喺度咧喐都喐唔到喎？其實咧你好清楚咧自己要做乜嘅，但係咧你嘅意圖啊同埋肌肉嘅動作之間咧，好似隔咗一埲咧好厚嘅牆咁。如果你每日出門口或者要開始做嘢嗰陣時咧，都經常遇到呢一種咧臨門一腳棘死咗啊嘅狀態咧，我想同大家拆解背後嘅大腦機制啊，分享咧一啲方法點樣可以打破呢埲牆，直接啟動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臨床心理學家黃佩良博士，黃 A 博士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實用易明嘅心理學知識嘅。點解大腦會輕晒機呢？嗱，喺腦神經嘅科學角度嚟講咧，要將想做嘅意圖咧轉化為肌肉嘅動作咧，係需要大腦咧一個好關鍵嘅神經回路喎。呢個叫做前額葉紋狀體回路 （frontal striatal circuit）。但係咧 ADHD 嘅大腦咧喺呢方面咧係出現咗幾個問題嘅。第一個咧係多巴胺撻火失敗啦，負責理性思考咧個前額葉皮質個 prefrontal cortex 咧發出指令，哇！我要出門口啦，但係要將呢個指令咧傳遞去負責動作嘅紋狀體 striatum 咧，大腦咧係需要釋放一啲多巴胺咧去撻火喎，好似架車咁樣。嗱 ADHD 嘅大腦咧，因為多巴胺嘅水平較低啊，就會令到咧成日咧都撻唔着火啊，所以咧個意圖咧就傳達唔到佢個運動神經啦，令到咧個身體咧定晒界，喐都喐唔到啦。第二咧就係去甲腎上腺嘅失調，大腦咧面對出門咧呢一種需要多個微小步驟處理啊，譬如揾鎖匙啊、着鞋啊、拎袋啊呢啲任務嗰陣時咧，個執行功能嘅網絡咧就會即刻塞晒車咯，結果咧大腦咧就自然癱瘓咗啦。所以咧，你棘住喺度咧，喐唔到咧，係因為大腦神經咧係撻唔着喎。要破解呢個現象，我哋可以咧試下以下嗰幾招咧，幫大腦 action 嘅喎。第一招咧就係環境佈局啦。嗱，要順利啟動咧，首先咧要有個 launch pad 一個發射台喎。好多時我哋棘咗喺門口啊，因為大腦咧仲要喺臨門一刻嗰陣時咧處理決定要着咩衫啊、揾鎖匙、揾銀包啊、帶咩袋呢啲微小嘅決定啊。咁呢啲咁多嘅微小嘅決定加埋一齊咧，個執行功能咧就會瞬間 overload， 個大腦咧就即刻死機嘅咯，就直接唔做噶啦。咁你可以咧喺前一晚咧將你第日要着嘅衫咧掛定出嚟啊！喺屋企門口咧畫出一個固定嘅發射台一個地方咧，少少嘅地方。喺前一晚咧將你嘅鎖匙啊、銀包啊、袋啊、要着嘅鞋，通通咧擺好晒喺呢個位置嗰度。嗱，當第日要出門口嗰陣時咧，你諗都唔使諗，着衫拎嘢行得。將10個動作減到1個，嗱，大腦咧嘅啟動嘅阻力咧就會大幅下降噶啦。第二招咧就係5、4、3、2、1火箭發射法啦。嗱，設備準備好啦，但係咧個身體仲棘住喺梳化度喎，點算呢？嗱，呢個時候咧就要啟動一個點火系統啦。嗱，當你意識到自己棘住喺度咧，千祈唔好咧俾個腦咧喺度思考或者同自己講道理喎，因為思考咧令到你個前額葉咧就更加掙扎，令到佢更加拖延嘅啫。嗱，呢個時候咧，你可以立刻喺心裏面咧，或者真係大聲數出嚟5、4、3、2、1。嗱，當數到1嗰一刻咧，好似火箭升空咁樣啊，直接企起身。喺腦科學上面嚟講咧，5秒倒數咧係一個好短嘅命令啦。你可以喺大腦裏面咧彈出咧好攰啊、等陣先啊、好煩啊呢啲嘅思考藉口之前，強行咧用身體嘅動作呢啲嘅運動神經咧 override 咗個思考網絡，一數完肌肉先喐，嗱，大腦咧就會跟住轉台噶啦。第三招咧就係神經 reboot 體溫衝擊法喎。嗱，如果你倒數完你都發現呢個身體依然喐唔到咧，就可能呢個大腦嘅神經網絡咧處於極度 overload 嘅狀態咯。呢個時候咧，你需要一個強烈嘅生理信號，幫你嘅神經系統咧強制 reboot 嘅。嗱，最快嘅方法係咧，立即去飲一杯冰水，或者將雙手咧浸入一啲凍水嗰度咧5秒鐘。嗱，呢種突如其來嘅皮膚溫度驟降咧，會激發大腦咧一種叫做咧哺乳類潛水反射 （mammalian dive reflex）。個迷走神經咧就會即刻夾硬啊，將你喺個癱瘓狀態嗰度咧扯翻出嚟，即刻你哋會喐噶啦。第四招就係出門專用醒腦香薰啦。嗱，最後一招咧係利用大腦咧最直接、完全唔需要經過理性思考嘅感官，就係我哋嘅嗅覺啦。
嗅覺神經咧係直接連線去大腦嘅情緒同埋行動嘅中心嘅喎。咁你可以準備咧一支平時少用啲，但係咧個氣味清爽，好似薄荷啊、尤加利啊、檸檬嘅精油或者香水啦，將佢放喺門口，每次成功出到門口嗰刻咧就噴一下。嗱，久而久之咧，呢種強烈嘅特定嘅味道咧，會變成咗大腦嘅條件反射嘅喎。之後出門口咧，如果棘住咧，就噴一下呢個加強劑。一聞到呢個味道咧，大腦咧就會接收到準備出門口即刻喐嘅醒神指令㗎啦，自動咧幫你咧完成臨門一腳嘅喎。嗱，今晚咧就試下準備你嘅 Launchpad 發射台，聽朝咧用5、4、3、2、1嘅點火發射啊！嗱，我哋一步一步嚟，幫自己嘅大腦咧順暢咁樣撻着佢。嗱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話咧，請你咧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 Special 晒呢個頻道啊！我係黃A博士，下集見，拜拜！多謝大家收睇，請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 YouTube，下次再見，拜拜！